前台南市议长郭信良涉嫌伫土地定位案乌西，甲一间工程顾问公司收超过1000万。台南地检署昨是去10外所在搜查停换侦讯，今仔日是甲郭信良甲一个姓高的里长申请羁押，另外5个被告交保。虽然早期检调人员搜索前台南市会议长郭信良的服务处办公厅徛家等所在。 查找真侪资料，郭信良建议带登去台南地检署侦讯。前议长议会办公室、服务处及住处等，及台南市政府地政局及相关涉案人员住处共10余处执行搜索，带回相关涉案人及证人共10余人。台南市都发局地政局也被搜索，有10几位涉案人员被带走。外传敢若是甲土地重划案有关系。 郭信良被检举有无正常的金流。关于本案，市府的立场是尊重司法，勿枉勿纵。检举议员怀疑郭信良是因为这边议长选举，互人事后报复，这边选举过程代志真多，发生客家清洁案，议员互人恐吓不准投票，选举线正副议长也涉嫌贿选被起诉。用司法单位工具来清除异己，或是说秋后算账，那就大可不必。 不要用这样相关放话的行为来影响检调的侦办。我们相信检调。南检今仔日透早信楼认定郭信良甲4个位里长涉犯贪污治罪条例，罪嫌重大，而且有交产强犯或者是证人之余，当庭逮捕，向台南地方法院申请羁押禁见。4线被告是30万交保，4个被告等4人是分别5万交保。记者综合报道。